大家好，今日我想搞一個動作叫做側臥式。首先打側身，放喺脊翼上面，下手擺平，個頭喺後手度。好，上手可以擺喺身體前方，掌心掂地。OK， 我哋整個過程嚟講咧，記住我哋嗰個盤骨要指向天空。好，而家首先將我哋隻腳踢向前方，大概45度，然之後屈膝收翻埋嚟。我哋保障我哋嘅腳踭、pat pat 同上身成一直線。好，然之後做一次腹式呼吸，鼻吸氣脹肚，口呼氣收肚，確保我哋成個腹部鎖實，同埋一陣間整個動作嚟講呢，我哋嘅盤骨都係指向天空嘅。OK， 而家我哋上面隻腳微微離開少少，一陣間我哋會吸氣脹肚，呼氣收肚嗰陣時咧，我隻腳咧就會向前曲多過90度。OK， 然之後另外吸氣脹肚，呼氣收肚嗰陣時咧，我哋大腿咧向後收，直到我大腿咧同上身成一直線就 OK 啦。咁為之一次，我哋會做8次嘅。準備第二次啊！吸氣，呼氣向前收，吸氣，呼氣向後收。第三次，吸氣，呼氣向前收，大個角度得㗎啦。吸氣，呼氣向後收，大腿同上身成一直線。第四次，吸氣，呼氣向前收，吸氣，呼氣向後收，確保我哋盤骨而家都係依然指向天花板。第五次，吸氣，呼氣向前，吸氣，呼氣向後。6，吸氣，呼氣向前，吸氣，呼氣向後。7，吸氣，呼氣向前，吸氣，呼氣向後。8，吸氣，呼氣向前，吸氣，呼氣向後。好，保持個身體穩定。而家將上腳揾翻下腳，我哋會做另一邊。都係打側身瞓喺度，個頭挨上下手，上手呢擺喺胸前方，掌心掂地做平衡嘅。而家做次腹式呼吸，吸氣脹肚，呼氣收肚，將我隻腳向前方先45度，屈膝收翻埋嚟，大概我哋嘅腳踭 pat pat 同上身成一直線。好。吸氣脹肚，呼氣收肚，穩定個人先。上腳微微離開，準備啊！吸氣，呼氣向前踢，吸氣，呼氣向後收，一樣。吸氣，呼氣向前收，大個90度。吸氣，呼氣向後收，大腿同上身成一直線。3，吸氣。呼氣向前收，吸氣，呼氣向後。4，吸氣，呼氣向前收，吸氣，呼氣向後收。5，一樣。吸氣，呼氣向前收，大個90度。吸氣，呼氣向後收，大腿同上身成一直線。6，吸氣，呼氣向前收，吸氣，呼氣向後收。7，吸氣，呼氣向前收，吸氣，呼氣向後。最後
8，吸氣，呼氣向前收，吸氣，呼氣向後收。好，上腳揾翻下腳，完成動作。